咁對於政府就宣布啦嚇，而家就唔係適合嘅時機去到推動呢個嘅北都展館啦，你點睇呢？嗱，1年前度啦，當時就發展局咧就嚟到立法會嘅發展事務委員會，就討論咧新田科技城嗰個發展啊，同埋嗰個撥款申請啊，咁亦都提及咧，就為呢個介紹北都嘅發展咧，就建議啦喺呢個灣仔北嘅海濱咧，就設一個新嘅展館，大約係7億左右啦，咁樣。咁其實當時咧，就我哋嘅委員咧，就都對呢個展館咧都有不同嘅意見。咁比較多嘅意見咧，覺得如果要介紹北都咧，其實咧就真係應該就喺翻北都喺翻現場。當然啦，北都都幅員幾大啊，咁啊都有可以有不同嘅選點考慮，但係咧就應該去翻嗰邊。點解咧？因為目前啊，如果你話講要展示北都呢個計劃，其實最重要作用喺邊度啊？招商引資啊嘛。你話咧搞一個展館嚟説好香港故事，咁呢個我哋唔反對，但係呢個咧你話純粹一種係即係宣傳教育嘅作用，咁又冇呢個迫切性喎。咁就當時有個講法咧，政府就解釋佢話咧嗱，我哋介紹香港嘅基建發展啊咁樣咧。而家都有一個細嘅展館嘅，就係展城館，即係大會堂啊，大會堂低座隔離嗰個啦。咁嗰度咧就的確就比較細一啲嘅，咁變咗咧將希望咧就灣仔北海濱呢個用地咧，可以有一個比較似樣啲嘅展館。不過咧就正如我頭先講啦，好多委員都話咧，北都而家咧我哋都係希望佢能夠提速提效提質咁樣去發展。咁但係正因如此咧，一個展館介紹北都更加重要嘅作用咧，就係招商引資。所以你話咧係而家目前咧展城館嗰個咁樣嘅作用嘅展館咧，就調翻轉頭咧，就真係未有咁嘅迫切性要去起。咁當時就發展局都聽到我哋嘅意見嘅，咁亦都咧唔會將呢個展館咧同埋新田科技城嗰個整個發展啊相關撥款啊嗰度捆綁嘅，咁都會攞出嚟咧獨立去傾。咁就到而家咧，就個態度清晰啦。咁就話咧，都係啦，同意大家意見咧，就都唔會咧，就係搞呢個咁樣嘅展館，就都係咧，就話去翻喺北都嘅地方。咁就建議咧，就其中有一啲嘅有幾個可能嘅所謂社區聯絡中心啦，咁樣。咁其實我舊年傾呢個問題時間咧，我都建議一個地點，其實好適合嘅，喺邊度咧？就係河套。嗱，因為河套咧，而家我哋有3棟嘅大樓就都係落成啦，咁都可以供使用啦。咁其實你去其他世界上其他地方啊，內地也好，或者係海外都好咧，如果有啲新發展區，特別咧有啲重要嘅產業發展區啊，可能係創新科技啊等等嘅展區啦，發展區咧，佢都一定咧有一個比較具規模一啲嘅展館，咁咧就將呢個發展嘅規模啊，嗰個規劃嘅圖則啊，以至咧有個比較似樣嘅沙盤啊，咁去介紹。呢個就唔係純粹話教育意義個重啦，而係真係招商引資啊。咁你去投資嗰啲咧，你就梗係要去到嗰度現場睇睇周遭環境，包括交通配套啊。即使係大部分都仲係荒蕪一帶都唔緊要嘅，因為佢哋投資者咧都會睇未來啊嘛。咁變咗喺嗰度咧，咁樣嘅一個展覽咧，咁樣嘅展館咧，其實就嗰個起到呢個作用。咁啊，其實就係真係你睇翻其他地方喺呢個發展嘅階段咧，其實需要嘅咧就係咁樣形式嘅展館。咁而且往往啲展館咧，未必真係永久喺度嘅，即係隨住嗰個地方發展咗咧，佢原底嘅一個建築出嚟嘅，可能係一個較為係未必係永久性嘅建築物。而係咧可以做到一個展館嘅作用嘅嗰類咧，就可能到咁上緊咧功成身退添。咁就即係呢個都係嗰個發展規律嚟嘅。咁所以咧，我都贊成而家咧就發展局嘅講法咧，都係考慮，譬如話社區聯絡中心裏邊有地方可以做啲展覽。不過咧，一個較具規模真係能夠起到一個招商引資作用嘅展館都係需要。咁我就都建議喺河套嗰度。咁當然啦。唔係淨係講嗰80公頃地啊嘛，你譬如你話其他嘅新田科技城啊等等嘅資料咧，同樣都可以喺嗰度展示咯。
係阿盧偉國啊，即係明白嘅。即係如果你話招商引資咧，咁的確咧，即係啲企業咧都唔介意去北上，即係喺北面，包括即係一個北都發展區或者你所講嘅河套區嗰度。咁但係當時咧，即係2年前咁，即係政府都有個諗法，就係希望對外地或者係本地嘅市民咧，即係一個推廣介紹，包括向一個政商學就係即係學術訪問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冇咗灣仔嗰塊地，咁我想到咧就即係喺市中心嚟講就有展城館啦。咁你覺得展城館而家嗰個面積同埋嗰個設施咧，如果對一啲訪問啊，即係無論政商或者學術嗰方面，即係做唔做到呢個效果咧？係，我補充少少資料啦。而家喺大會堂毗鄰嘅呢個展城館呢，佢個樓面面積呢就係3000幾平方米嘅。咁但係即係當初預算做呢個大型建設計劃嘅展覽館呢，預計個樓面面積可以去到8000至1萬平方米。咁即係展城館嘅2至3倍啊！阿請你繼續。係冇錯。就展城館咧，就而家嗰個面積係好細，就實際上咧，我就覺得而家展城館咧，其實吸引力亦都唔係好大嘅。咁佢都有啲專題嘅展覽嘅，譬如就早幾年有一次咧，就關於嗰個海港嘅發展，咁啊都幾有趣嘅，因為好多市民咧都未必知道咧，香港喺海港發展啊，係各方面水體方面咧，原來做咗咁多嘢，原來咁多基建嘅咁樣。咁但係呢一種性質咧，就我覺得你話喂，將來遲啲都喺比較係方便嘅市區嘅地方搞一個展館取代而家展城館咧，我呢個我並不反對。不過咧，你話喺目前嗰個財政狀況之下，係咪應該集中精力咧做一啲係對於而家北都發展咧更加係有利一啲嘅設施？譬如我頭先所講啦，為招商引資而做嘅一啲設施。展館，我諗呢個咧就作用咧就更大。我相信咧市民亦都唔會反對，亦都唔急於咧話喺呢個市區中心咧就搞一個展館，因為咧如果你話咁樣形式嘅展館咧，就可能較為遲一啲，真係有多啲嘅發展已經落成咗咧，到時呢個展館咧就可以有多啲嘢咧，就讓即係市民睇到，或者係旅客睇到，咁啊説好香港故事。但係實際上，因為兩個性質都唔係完全一樣嘅，講緊即係話喺個北都裏邊嗰個招商引資需要用嘅展覽設施啦，但係就如果你話要喺資源分配上，以目前呢個階段咧，我就覺得咧錢係應該用喺呢個關節上，就真係要喺北都嗰度嘅咁樣形式嘅招商引資嘅展覽設施咧，係更加係有迫切性啦。咁但係即係將一啲嘅北都相關嘅展覽介紹咧，就分散去唔同嘅社區聯絡中心，會唔會都散得滯咧嚇？即係如果你有一個展館係集中介紹晒，咁會唔會對於嗰個嘅宣傳展示嗰個效益係最大？咁而家分散晒會唔會爭啲咧？冇錯，嗱我就覺得咧，譬如有河套咧，就真係可以值得即係做一個大型啲，就比較係全面一啲咧，係講到整個北都嗰個發展。如果你話去到古洞北嘅社區聯絡中心，你話即係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地方咧，其實因為嗰度一路發展咧，當區啊，其實都有好多嘢咧係值得介紹嘅。咁所以你話去到呢啲即係社區聯絡中心咁樣嘅地區性一啲嘅設施裏邊搞個展覽咧，就可以集中啲講翻本區。咁而一個起一個比較即係大型一啲嘅展館，而起到個招商引資，因為你招商引資你都俾人揀噶嘛。你譬如話你呢個咁樣嘅業務咧，就適合喺河套啊。你呢個業務咧就適合喺我嗰個新田科技城，係嘛？或者呢一個咧，你可以咧，就算我哋而家目前嘅古洞北、粉嶺北嗰度嘅有啲地方咧，可能都係適合到某一啲嘅業務嘅發展都唔定咁樣。即係我就覺得係要分開睇咧，每一個展館係究竟想起咩作用咯？係阿盧偉國想問埋咧，嗱呢一笪地嚇咁啊灣仔北嚇咁啊毗鄰演藝中心啦，係都鄰近君悅酒店啦，好近會展中心啦咁。唔做展館啦，你又覺得有啲咩嘅用途可以做咧？嗱，就其實而家喺嗰個灣仔北咧，其實落去咧都有比較大型嘅繼續發展呢個我哋嘅會議展覽業
咁樣嘅策略喺度啊嘛。咁啊，將而家有3棟嘅政府大樓咧，就有啲已經搬咗添啊。實際上，咁呢度咧就嗰個發展嘅策略就好清楚㗎啦，都係會做呢個即係會議展覽。咁同埋現有嘅灣仔呢個會議展覽嘅場地咧，係大家相配套相結合咧，其實就都嗰個力度咧更大，亦都對於香港會議展覽業嘅發展咧係相當有利嘅。咁所以咧，你話喺灣仔北呢個有一個地段係咁，你話佢大又唔算好大，細又唔算好細。咁你作為一個係你話介紹就係香港嘅整體嘅發展嘅一個咁嘅展覽咧，唔係話唔可以嘅。喺其他嘅城市咧，喺內地我哋都睇過，咁啊即係都會有咧係介紹本身呢個城市即係發展嘅咁樣嘅展覽館。咁但係呢個咧就的確目前咧未有咁迫切性，咁啊所以呢笪地方咧其實就可以留一留，再睇下咧遲啲有咩更好嘅計劃咧，其實就係我係贊成嘅，因為呢個真係不急於一時咯。係。盧偉國即係頭先你都話，即係有一個大啲嘅展覽館都係好嘅，咁所以你提議就話喺一個河套嗰度啦。咁但係如果比如話我哋要做一個展覽館，通常我哋都會喺北都即係嗰個發展完全完晒，我哋先會拎翻嚟做其他用途啦咁樣。咁就嗰個情況可能都牽涉到可能10多年都唔出奇嘅。咁就住河套呢個發展咧，你覺得有冇一笪地方係即係適宜可以佔用10多年去做一個展覽館咧？大概半分鐘時間啊。其實呢個係好靈活嘅。你譬如去內地嗰啲新發展嘅呢啲區啦，你都睇到咧。其實佢好多時候咧都第一件事咧，佢有個管理委員會，有個比較似樣嘅展館咧，就向大家展示最新引資。咁然後隨住嗰個時間一路推演啦，咁佢又可以咧係搬去第二度嚇，亦都咧可能完成嗰個歷史任務又唔再需要。咁而佢嗰個建築咧就可以採用一啲咧唔係一種永久性嘅即係嘅咁樣嘅建築。我諗呢個彈性咧，我係贊成嘅。OK， 好。